大家進行山嶺活動嘅時候，喺享受香港大自然美麗景色之餘，都要注意自身安全。以下我哋同大家介紹一下山嶺活動嘅注意事項。第一，選擇安全同合適嘅行山路徑。出發前要仔細睇地圖，規劃路線，揾有明顯路標嘅山徑。大家仲要評估自己同同行者嘅體力同裝備，可以應付該路徑嘅路程長度、坡度同路面狀況。出發前同途中都要留意固定網絡緊急求助電話嘅位置，亦要預先記低中途可以撤走嘅路線，切勿隨便改路偏離行山徑。第二，要時刻留意天氣情況。出發之前同途中要睇天文台嘅最新消息。如果預先或者途中得知天氣會變壞，就要及早改行程或者取消啦。如果當日天氣酷熱、濕度高、冇風，又或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甚高或者嚴重，就唔建議遠足啦。惡劣天氣之下進行山嶺活動係會更容易迷路，所以你要提高警覺啊。第三，依循已計劃嘅路徑，唔好走捷徑、繞路或者穿越樹林間嘅野草路。若果喺山嶺間迷路，就要原路折返，切勿強行前進，同時避開崖邊同有下墮風險嘅位置。第四，裝備要齊全，穿着要輕便，建議着長袖衫褲以及有保護腳眼、有凹凸紋路嘅膠底軟足鞋。記住準備充足嘅食水、食物，帶備額外嘅後備衣物同埋野外照明用品。另外仲要記住帶地圖、指南針同埋有衛星定位功能嘅手錶或者電話，確保電話電量要足夠。遇到意外嘅時候可以致電999、國際救援電話號碼112，又或者使用沿途設置嘅固定網絡緊急求助電話求助。最後，切勿單獨行山，一定要結伴同行，最好4人或以上，由熟悉路線同有經驗嘅領隊帶領。大家亦唔好為咗打卡而冒險靠近崖邊或者越過安全界線，要揀選穩定安全嘅拍攝點，確保大家都保持安全距離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